大家好，歡迎嚟到無極北極光夜，我係今日嘅主持阿柔。今日我嘗試將中介龍傳送到此世界開始啦，因為我用編程曲得到中介龍生成蛋，而家用凋零我都係用編程曲㗎，所以我唔使搭3個靈魂沙，3個骷髏頭，咁樣就整咗出嚟。我哋嘗試將三大 boss 引入主世界。第一，中介龍；第二，凋零；第三係守護者。我而家試下用正劍擊殺佢，不過佢識飛，我哋要瞄準到佢先，有啲痛。不過咁樣打佢嘅傷害都好細。O.K. 佢係飛得係咁飛，真係有啲。O.K. 打佢。哇！真係好勁喎，凋零！我就算轉創仲唔識打佢。都好啦，因為佢識飛，又會瞬間轉，你睇佢準備好快飛走㗎。嚟啦！哦，你睇佢瞬間飛，佢呢個就好似係閃電虎力拍嗰隻，即係代表佢就嚟死，佢剩翻1/3嘅血量。而家準備擊殺，殺緊佢，搞掂 KO。我哋陣間試埋呢個守護者。守護者企喺度，應該輕鬆搞掂，可以。2、3下就搞掂啦！節目時間到呢度，歡迎收睇《無敵北極光夜》。如果你覺得呢條片好睇，記得訂閱、like 同 share。最後祝大家新年快樂，拜拜！